后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新竹市有一间私人的托婴中心，互家长来指控，讲可能是托婴人员的疏失，伫泡牛奶的时阵，害3个月大的红婴仔互滚水来烫着伤。可怜的囡仔脚只拼，倒手正手，甲头前的胸坎啊，规定的皮拢剥落来。 倒参阿嬷棍甲骹，嘛是一大片拢起碰拍，规身躯有超过35%，二度来烧烫伤，会使讲是受伤惨重，全身拢是伤痕。啊，家长想要来调监视器，托婴中心讲家器歹去，家长是真气愤，报警要甲因告。啊，托婴中心是来回应讲，因有紧急来处理，嘛愿意来赔偿医药费。 红婴仔脚只拼，规皮红起起，毋但溜皮个碰拍，规身躯拢红烫着伤，互人看到是真堪。状况因为都有抽血在检查，然后怕会有感染什么的，所以还是有在检查说有没有感染的风险。应该35%，然后23级。 家长真烦恼，囡仔受到感染，真正看红婴仔空喙、阿嬷棍、正骹含双手拢是碰拍分叉，脚趾片冒大片烧烫伤，胸坎有4分1个空喙，规身躯超过35%烧烫伤。第一时间送去交互病房，加在囡仔无性命危险。因为我们普通人不会知道硬碟坏掉，所以。 厂商这边可能就也有疏失哦。妈妈讲的任何的部分，我们都跟妈妈说，我们全力配合。家长指控，伫咧12月初4，甲3个月大的查甫 A 交互带囡仔中心，哪会知12月19日时，业者讲林母伫咧泡牛奶时，无细力车倒烧水，互囡仔烧烫伤，爸母也毋敢相信，监视器下晡画片。 如果托婴中心确实有违法不当的情形，将依儿少权法来进行裁处。伫咧新竹市北区的私人带囡仔中心，伫咧市府整合平台评鉴阁有架挺，伫咧网络顶本来嘛是4粒星，互家长安心甲囡仔带互业者来顾。如今发生严重疏忽，敢若剩3.6粒星，消费处卖追究业者的责任，互家长一个交代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依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